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张伟民。快3载起的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关系到这个正百万基层劳工的这个薪水下包是会增加偌济哦。双方劳方甲这个资方代表是画来画去哈。劳方是讲台湾这个经济合作甲这个发展组织。OECD 这个会员国内底基本上拢是吊车尾啦。资方呢是讲现主是受到这个国际情势这个影响，亲像这个贸易战冲击是有够大啦。所以安尼算啦安尼冲击对这个资方来讲，因讲真正是挡不落去啊。不过现主是已经确定是要起啊。咱今日台湾新眼界台湾大代志，特别邀请大家做伙来对话。这部电影咱邀请到4位来宾做伙来对话，头一位是咱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孙友莲，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第二位咱们邀请到这个台北市产业总工会总干事陈淑伦，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晚。所以咱邀请到这个化学界这个负责人Angel 老师，主持人好，各位大家好。是咱邀请到这个 Angel 老师咱第4位要邀请到咱社会这个打出社会这个少年人，咱的郭依丽。依丽你好，大家好。咱4位来宾有头家有新劳啦嘛有咱这个劳工的代表，上线进行要请这个秘书长讲互大家知啦，因为伫遮咱自10点开始，到等咱录影的时间差不多是4点外这个时间，已经有这个结果啊。上新是23800块，自过去啦，今年正月调整的23100块调整到加700块，差不多。3%尔，是这个部分，其实劳工界来讲，可能嘛无介满意。我感觉是不只失望啦因为其实你3%到5%，这是过去几工内底媒体咧预测的一个数字啦但是我嘛希望讲，旧年是差不多调1000几块嘛，1000块，前年是差不多957块嘛，所以今年照例来讲因为咱看到是讲，咱总统常常咧讲，遮济迄个。台商回来嘛，咱经济数字嘛较水嘛但是今日咱看到种，敢若调3%其实小可是不够啦，无够啦那是即摆就讲除了迄个月薪调700块到2380啦你个时薪是差不多158块啦，差不多加5%啦，加5%为150到158所以我是感觉讲这是某一个程度是阮认为讲应该是爱上起码爱调5%啦，比如你月薪总共爱调5%安尼就超过24000嘛，这嘛是慢慢互台湾往一个较进步的国家去走所以今日3%这个月薪3%其实是不只失望啦。是月级敢若3%，本地这个劳方的这个代表是讲发6%至8%嘛，这个发帕拉肯的这个过程，尾后剩3%，其实对着劳工界来讲，真正是真失望。咱来看讲自下早时因咧讨论的时阵是安怎发帕拉肯，这个劳动部长伊是安怎宣誓？咱来看这个新闻片段。劳工基本工资，劳工基本工资，照顾边境劳工。基本工资审议早时开始，劳团界代表劳工的审议会员来到劳动部门口口，点出台湾基本工资一个月薪水，伫28个 OECD 国家内底是第18名，是排伫后边。这点钟的薪水嘛是比平均较低，呼吁明年基本工资爱调起，照顾边际劳工。上个月经济部所公布的一个数据，我们的电子业出口甚至是成长90%，也在这边要呼吁，我们的资方团体不要再以动涨为手段，应该能够体恤我们的企业劳工。中美贸易战真的效应，加上政府鼓励大众回来，劳团认为强化这摆审议甲资方委员谈判空间，而且提出这几年来台湾人均 GDP 一直增加，成长数字。到去年101年有25000美金，已经超过全球平均数字。劳方划出目标，明年上无爱调起6%到8%。资方则希望卖起基本工资维持伫一个月薪水23100块，一人民薪水150块。现在好不容易做一个小老板，政府要做的是要怎么样帮我们资方来降低成本，然后劳方是不是我们涨了以后不要埋怨。一直负面的说，连一个便当都买不到。我们的委员们都有参考一些社会经济指标，例如我们的17项重要民生物资
以及我们的 GDP 经济成长率等，好来作为调整的参考。那并不是像外界所误解的说我们是用喊价的哈。讲起的话，你是感觉有影响吗？当然嘛影响。基本工资调起对卖小食的头家来讲，伊是表示对成本影响会真大。劳动部长柯明春主持会议正强调，会参考物价指数等社会经济指标，审议未变做化价。记者综合报道。咱咧讲基本工资咧起啦，劳方者是本早5.6%至8%，即阵是3%。其实对着这个3%来讲，资方的这个成本一定会增长啦。但是讲对着这个劳工界来讲，其实要爱搁较济，因为其实咱台湾这个加薪的这个问题啊，像基本工资也好，一直拢是这个比咱头讲的 OECD 来这吊车尾。咱来看讲，自这个咱经历的2009年跟2019年，就是这10年中间是安怎成长的。咱看到咱经历的吼，自马英九这个任内是2008年开始做嘛吼，8年来伊的这个月级啦吼，增加幅度是这个15.8%，啊，这个时薪嘛，就特点钟的这个薪水哦是26.3%啦吼，啊，现主席的蔡英文就任自这个2016年开始哦，这3年来月级是增加15.45%，啊，这个特点钟哦是25%，啊，其实咱佫有上新的，就是咱头拄仔这个数字，就是23,800块，甲这个月这个特点钟哦是158块，咱都要继续来请教，因为头拄仔这个传出来这个内部的这个消息嘛是讲，蔡英文总统就3年起这个定程度啦吼，这个 range 就甲这个马英九8档的这个部分是差不多要降，所以伊即阵打700块，所以因打这个点就去讲的嘛。我唔知啦吼，但是头拄仔大家看到迄条数字真重要吼。为什么？其实每一人咧讨论基本工资的时阵吼，资方的代表拢讲这台湾经济害起啦吼，这成本伤悬吼，这个影响到经济发展啦吼，可能劳工就是失业，这拢遮济这款的讲法哦。但是为马英九到即马蔡总统哦，已经10档是每一档拢去。其实因惊吓的迄款代志吼，迄个问题拢无出现嘛。无出现佫不要紧哦。其实咱即马的整个的经济看起来是较好，毋是较歹哦。譬如讲，咱的失业率哦，那我们失业率哦，其实是差不多维持哦，无讲压起来啦哦。所以其实我有感觉讲吼，资方的代表真正爱较正面去看待讲基本工资的调整，因为基本工资的调整，伊毋是干那讲一个劳工伊生活，佮伊厝的人其实我直接要讲哦，伫真济台湾的基层劳工，基本工资的调整是伊唯一哦调薪的机会啦。伊调起来吼，伊有可能会去加头章吼，会去买一寡食的吼，这是对国内一寡消费吼，这个循环会较好啦，较有帮助。所以其实我是感觉讲。今日调这个700块吼，是小可较少一线啦。是真正是较少一寡。头拄仔这个秘书长嘛讲到一个重点，是有的这个行业啦，其实是真正对着这个政府有咧调，伊才有要调，伊才修法，但是有真济所在，伊是连这个政府的这个上定这个上价，伊嘛无要甲你尊重，嘛无甲你修法安尼。其实这个伫咱劳工界，足侪朋友拢拄着这款的状况嘛吼。苏润姐才敢有听过这款的这个情形？因为这个基本工资已经是咱薪资最低的标准啦嘛吼。但是阮会知影讲，有一寡可能较无守法的这个行业吼，企业主，伊会变做讲用一个底薪吼，底薪可能真加变讲2万块，吼剩咧用全勤奖金吼，佮用迄个什么奖金、津贴、交通津贴、伙食津贴，甲你塔起哩，吼所以你只要请一工假。伊讲，我全勤奖金嘛，甲你扣起来，啥物嘛，甲你扣起来。你怎总领说无够基本工资，吼这状况是违法的，但是咱还是定会看到这款情形啦，吼第二就是讲，真侪行业伫即马劳动部的统计内底，伊是不在即个，比如讲领基本工资的咱本国的劳工是136万人，吼伊无伫遮，但是呢，伊要挖，比如讲24000、25000、26000，吼初入社会，正讲你若领25000、26000的人，甲基本工资迄个算讲嘛无差介远啦。所以在
咱秘书长讲的无唔对，就是讲这基本工资条，吼，伊所带动的可能是咱较编制，或者是讲较低薪这劳工，吼，基本工资的人一定调，过来就是讲你挖的这个人，吼，伊较有机会一丝丝啊，吼，啊，因为即马当然这基本工资的调整会造成的就是行业。会差别一大，你若用人工较重的，吼，较重的这个行业，哦，就比如讲，迄个手摇饮啊，吼，迄个 7-Eleven 啊，吼，加油站啊，这用人，伊这人的成本较重的，吼，还是讲较用这种迄种实薪制的，吼，伊会感觉讲，伊的成本有增加，啊嘛有企业注意提供，啊，因为我搁加劳保、加健保、加迄个退休金，吼，等等，吼，伊会增加，这部分我拢承认，吼，但是咱嘛有一个重点就是讲，咱若一个劳工伫个这个做事会赚的薪水，无够请用伊家己，嘛无够请用伊，比如讲囡仔，或者是时代，吼，就是咱比如说因劳动嘛提出的，就是讲爱是毋是抚养费嘛爱考虑，吼，咱若无考虑这请用的这比率，吼，或者是讲咱无考量一个劳工伊生活所需要的钱，这个劳工若无伫个薪水无够。落落的这所谓讲爱用社会福利，也是讲爱用一寡社会补助去甲伊补贴的时阵。其实补贴的是咱的税金嘛，咱纳的税金去变做迄个社会福利才贴这劳工无够的部分，或者是讲伊甚至无法度做劳工，吼，安尼讲起来是咱大家去分摊这个企业主的成本，啊那安尼讲起来是毋是咱互劳工会当基本的薪水领会到，活会落去，啊经济循环会好，啊卖互这个人落落去到社会福利，爱去补贴，互咱大家税金去补贴这个部分，这是基本工资上重要的一个意义伫遮，尤其是这个基本工资啦，咱现主席甲看，自这个2008年来看，甲2019年来看，安尼这个部分，其实有一个重点，就是咱头先无讲到，就是马英九迄当阵哦，有人来讲这个价薪的问题，爱讲到这个2008年、2019年这个金融海涨这个部分，因为这个22K 啦，迄当阵甲做这社会，这个打出社会这个人，这个价薪的这个问题，一下甲揪落去安尼，哦，这是真大这个问题，咱等下嘛是要好好来讨论。但是咱遮要先请教就是咱的头家的部分 ，Angel 老师做这个头章这个行业嘛做真久啊，啊其实拄着遮有即个，咱讲要电头毛啦，还是讲要染头章啦，还是讲佫有洗头的这个部分，其实洗头的部分，其实足侪这个基层的这个弟弟妹妹也好，因想要踏入这道，因是爱付出真侪这个心血。啊，但是因的这个工资来讲，现主席对于这个业者来讲嘛是真重，啊，对因来讲可能嘛是讲哦，我着做遮辛苦啊，因为若是咧赶人的时阵，因的手哦，拢会冻甲拢是一搭呢，嘛是真辛苦。所以对着资方来讲，成本是增加，但是对着这个劳工来讲，因要安怎去看讲，这回这个基本工资有起起来，啊，恁的看法是啥物？你好，我是 Angel， 大环境的资金嘛，景气遮歹吼，啊囡仔嘛生甲无遐济，所以对阮法业界来讲的时阵，是一个足有盲点的所在哦，因为员工歹请，佮加上即届我们的薪资的一个调整上面来讲的时阵呢，店家的头家来讲的时阵，你讲是毋是负担？这一定是负担嘛，它不管是几百块嘛。那咱譬如讲，阮的店家来做一个比较，咱有所有的连锁店，啊有迄质感店，啊也有单价比较就是可能比较低一点的一些咱的家庭式，或是这些种种的。我们如果去抓在这种发廊上面来讲的时候呢，有可能有就这种的头毛店。那因为是安尼的情形之下来讲的时阵呢，因为即卖囡仔，我们已经有发现到，就是讲师傅已经有断层哈。所谓断层的问题，咱来比较说，咱上基本了解曼都来讲的时阵，伊是咱的发夹内底连锁龙头。是。那其实你若有机会去到这种店去消费的时阵，你会去发觉因的师傅年纪有偏大了一点点。是。那你有发觉因一定有断层的机会，就是新的师傅无法度在这样子的一个市场里面去生存，为什么？这是一个问题。过来，咱即马看到就这新代的一些
连锁店，因的囡仔、因的师傅拢足少年，但是因的做法拢是1百万的，为什么一人福祉？此现象来讲的时阵，伊表现的会是什么？就是咱即马所想的，咱的薪资有过悬啊，头家请袂起，请袂起的情形之下，你即马会发觉讲，伊趁袂着钱，我就想要去外口开店。哦，所以咱即马会使去看到市场来讲的时阵呢，咱的店比咱的员工更较济哦。是有影。有足侪间的店，伊有30平的空间。伊可能只有2、3个、3、4个员工，这是咧20年之前还是10几年时代的时阵，无可能有这种的现象。这代表是啥物？其实今仔日政府因的薪水咧调管情形之下来讲的时阵，我个人是认为啦，这个上面的一个调整上面来讲的时阵，它是针对我们的一个物价的指数，我们可以从厝租跟油价来可以去观察得到的，可是它直接反映到咱自己的服务业上面的一个市场来讲的时候呢，我会直接去感受到的是，其实当然啦，咱讲实在这一定有利跟弊嘛。头家一定讲这是唔对的，因为这成本是过悬。对，员工呢其实也感觉，我感觉做助理比做师傅较好呢。为什么？因为我若入来这市场内底，我要做3年的助理，还是要做2年的助理，我有固定的薪水。但是呢，因为即摆的环境来讲，一个师啊要做甲师傅，伊一定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内底伊有压力，也干脆我卖啊。就敢若即摆的大学生，我本身有咧大学内底有去辅导一寡囡仔，我发觉到阮即个行业，若去读所谓的一些美容界的行业，因大学出来无占2%，会入来这市场，你去咧对屈臣氏、康士美，为什么？我开5年的时间，我赚到啥？助学贷款，最低薪资、最高薪资23100块。那你认为讲今仔日一调整到这个我们刚说的23800块的时候，它也可以带动这样的市场，这样子的一个服务业的一个成长吗？我不一定认为是安尼。所以对于你来讲，你的意思是讲，因为这个上基本的工资提悬啊，但是发业界者无这个空间去增加成本吗？你的意思是安尼吗？我认为他会使去增加成本，但是这个东西的双方面来讲，就说体制上来讲的时阵，起码这个成本对店家来讲的时阵是一个刺激，但是对人员工来讲的时阵，我觉得这是无一定是对的。因为囡仔他是不是有法度领到这个钱，他同等的方式去付出伊的劳工。咱讲实在，阮的行业来讲的时阵，毋是逐间店拢讲慢都，还是讲连锁店共款。伊毋是加客人，就是讲我今仔8点钟，我自头做到尾。只要是内底有可能伊8点钟的时阵呢，伊等人客的时间有可能是2、3点钟。就问这2、3点钟的时间是店家要负责无？是，伊若去。劳工处遮去甲你报备讲啊，阮遮薪水领无够，时薪无够，阮一定互过的，因为阮一定拢输的。但是你有想着讲，因咧学物件，因咧休困的这个时间，是要算阮业主的，还是要算员工的？所以你讲，其实调薪毋是问题，但是它可不可以互阮一个弹性化？其实这几年来讲的时阵，由于薪水的调整，再来我们针对劳工之间来讲的时候呢？我会感觉啦，政府拢是咧保障员工啊。对，阮家己的行业做头家来讲的时阵，20年前甲10年前到今嘛，你会使去比较咱的物价指数的成长来讲的时阵，你认为咱洗一粒头咧咱东南亚的市场内底的时阵，其实咱是算先进国家，但是咱台湾是咱东南亚内底的时阵，洗头是上低呢，咱袂使比泰国嘛，比印尼，因为伊本来的薪资的一个收入都比我们低。可是我们连日本、韩国、甲香港，咱拢比袂过，为虾米？你讲洗头这个价格，但是咱的这个基本工资嘛是落后因呢，就是咱要先刚来讲，因为其实咱咧讲哦，伫2004年有一个关键，就是讲咱本早是赢韩国这年呢，啊，现主是因是
一个月5、6万安尼起价呢。所以，若要讲到这个成本的增加，业者才一定会增加，但是业者有要对着政府的骹步，还是无对着这个规个环境落去行无？这是一个重点。咱先请秘书长来回应讲，咱这个 Angel 老师这个看法。其实头拄 Angel 老师有讲啦吼，但是咱嘛想讲吼，如果咱劳工的薪水增加来讲，伊的消费嘛会增加嘛吼，所以其实这部分来讲，咱是爱用较无同款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啦吼。那当然有一个重点是讲吼，过去咱讲台湾打韩国，咱才爱比韩国的吼，咱啥物拢爱来比韩国比哦。过去韩国拿台湾共款拄到是国际的问题，国际经济的问题。但是人拢知影讲，基本工资伊是互上基层的劳工会有法度过生活，所以伊每一档伊拢有去。所以其实有一段时间是台湾是差不多7档拢伫咧原地踏步，拢无咧去，所以咱互韩国扭开去嘛。所以其实如果啦吼，咱永远讲咱劳工的工资拢用基本工资哦，我要讲的吼，我想爱记一个啦吼，差不多10几年前吼，20年前，咱去一寡便利商店吼，伊便利商店讲图说伊免逐人泡咖啡嘛，吼，拢免嘛。啊，因你迄阵基本工资，即摆全年伊全部要做，所以当然有一寡中小企业，伊可能敢若会讲互基本工资，但是有一寡企业伊会讲互更较济，所以基本工资是一个互劳工有法度过生活的一个标准呀，这个标准当然的基准，伊无应该变做一个标准所以咱嘛希望讲每一个人的工资如果起起来讲吼，伊嘛有法度去有较好的一寡消费，一寡好的生活，安尼嘛带动吼整个台湾经济发展啦。是，真正有影啦，因为阿明我就是顶礼拜去香港，看到因搭这个公司告示啦吼，因要找这个服务员，就是这个做 service 的人，因是迄个餐饮业这个部分，伊搭什么18000块港币，18000块港票。4杯，是，这是做 service 的人了，所以这个基本工资，咱的这个上价也是23800块，直接原地踏步。其实对台湾劳工来讲，真正是会心疼呢。其实我嘛知影咱这个法律界者有伊的这个困难在，咱嘛使讲到，因为其实有的人要做到这个设计师，其实拢领到是较好的这个薪资但是伊一定爱这个当过这个头前这个较基层的这个部分。其实基层甲这个较关心的这个设计师，这个 Angel 老师，将嘛使甲咱分析一下，因为这个薪资的这个结构差偌济。是吼，这若要讲它伊的结构上面来讲差偌济来讲的时阵，其实即摆时代咱讲会趁到钱，若较有能力的师傅来讲的时阵呢，咱即摆上加咱用23100块来算。若较有条件的师傅，其实因一个月趁10万以上，这拢是无问题。为什么伊今仔日有法度趁到10万块？即摆囡仔因若要去有法度趁到这10万块的时阵，伊要开搁较侪的时间，伊要开搁较侪的钱去换到今仔日伊有法度趁到遮的钱。咱回归基本面来讲的时阵呢，其实这嘛是爱对即摆囡仔。还有市场上面的一寡变化，因为诱因伤大啦。这诱因伤大上面来讲的讲呢，因希望会使用上短的时间咱讲我们要钱多事少离家近嘛。伊会使讲实在的我站在经营者的立场来讲，我去分析咱讲实在就敢若一两天风台天嘛。咱是毋是一般来讲，师傅若要领底薪的，其实基本上伊若超过半年以上，阁是领底薪，我敢讲伊是无能力的。对，因为师傅基本上伊若阁是领这23100的薪水来讲的时阵，其实是对店家是一个负担。为虾米？伊本身一定就爱去领超过遮用抽成的方式，有法度去减轻所谓伊的头家的薪水，就是有人客啦吼，对，就是老店拢有点这个师傅就对啊，伊就是无人客，就是领这个底薪。但是头家就无可能无员工啊，因为你无员工，人客若无教育的机制，若变做是预约制的人客，伊随时要来，你若无员工，
你着人客着还阁放水流，是不是啊？啊，但是你为着要满足每一个人客，啊，你的员工一定爱到的时阵，你就只有家己爱去饲员工。所以到尾的时阵，咱即马就会使去想讲，为虾米即马的头家拢爱减公正？就是讲，伊必须爱有法度家己做，啊有法度做头家，啊有法度做师傅，甲有法度去赚着伊的工钱。所以你讲即摆的时代来讲的时阵，我是认为啦，规个环境来讲的时阵，大众对我们自己的经济嘛是爱有细心啦，甲有法度去带动说，即便说，我们今天。政府的给我们的起码的一个最低的薪资所得来讲的时候呢，它能不能去激化到市场对这些消费力的提升？这是很重要的。是。所以咱们继续来请教，就是讲，其实你头先有讲两站意义啦，吼。第一站就是讲这个员工的心态啦。你若真心有要做，你一定无领这个底薪，但是有真侪人是靠这个上低上基本的这个工资来过活。其实头拄仔咱讲美发业，这是有能力的人会使继续去创嘛吼，甲伊这个事业做好。但是有的这个基层的劳工，其实因真正是靠这个政府咧调偌济，伊就对咧领偌济这种薪水这种状况。啊，要来看头拄咱讲头家嘛有辛劳，打入社会这个毅力啦吼。过去有足济这个 part time 的这个经验，啊，现主是嘛是咱拄踏入社会。要来走总啊吼，啊其实但是你要走总之前爱先还一条钱，这条钱或者啥，甲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读大学是有贷款的，就是就学贷款啦。啊，我大学的时阵一个月的生活费是6000块，啊，这个费用其实是包括买课本啊、日常的食食啊，也是讲佚佗的费用。若是讲有打工的话，我的收入。通常是伫咧5000到1万块左右，所以就是加1、2倍钱，通好去使用，也是讲欠起来，以后会当还贷款来用的。所以讲，今仔日即个基本的工资若是提悬的话，对学生来讲，会当一个月加要几百块的收费，通好来使用。对学生来讲，是一个足大、足直接的迄个帮助。是，所以这个毅力这部分真正是这个计薪的问题。咱先来看讲吼，这个计薪问题到底有偌严重？来看这个新闻片段是安怎讲的？自今年1月1号开始，上加基本工资提悬到23000块，每一个钟头的薪水嘛提悬至150块。而劳工团体搁伫咧8月14号准备要来协商，再次提悬基本工资。也毋过，伫咧万物拢咧起价今日。基本工资的提悬，对改善少年人的薪水效果恐惊是有限。因为像日本啊，它的时薪是就1200多，我就觉得哇好多，可是台湾好少。最近很多东西都在涨，我就觉得有时候就一下子钱就花掉，所以就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差。蔡政府过来解决薪水上低问题，上23年、逐年的基本工资拢有起价。也毋过，一般食头路的人感受无深，甚至有人反映加薪的速度太慢了。你的大学起薪是多少？25000，6年只涨了2000，就是很少啊。而且，其实现在打工族的平均时薪就150块，那如果起薪走27000，那是非常的少。对啊，而且物价也涨那么多。除了基本工资的问题以外，工课无共，嘛甲薪水的减少有真密切的关系。长期我们台湾劳动市场那个平均薪资最高的行业就是水电燃气业吧，哈，它这种行业有寡占或甚至独占性质，聘用的人才，他的薪水就一定会高了。台湾的保全员很多都派遣人员，他的那个技术低，替代性高。至于美容美发，他那个刚刚出师的那种还不是很熟手的，其实他收入也都低。学者讲，国内市场有70%的人拢咧做非亏力的服务业，民众若想要改善薪水上低的问题，除了培养多元的技术，政府嘛要提升服务业的创意、生产力，安尼劳工的薪水才有改善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虽然这个蔡政府这个徛这几档啊，逐年咧这个起这个基本工资啦，毋是讲，但是这个部分哦，23800块这个幅度啦吼。真正是也是劳工界，也阁有进步的，讲也阁有进步的空间。咱就来看讲，2008年哦，这个 full time 就是全时
这个红请这个人哦，这个薪资的这个分布大概是安怎吼？咱来看上济这个部分哦，就是3万块以上，也未满这个5万块的有435万人啦，占50.04%。啊，来看到这个5万块以上，敢若19.19%。啊，无满3万块的有267万人，有30.77%。其实这个部分嘛是真悬的这个部分，咱先请这个苏伦姐啦吼。你来看讲，其实啦，这算到的部分哦 ，full time 差不多860万，啊，其实真侪人是领这个时薪啊吼，就是6点钟安领，但是基本上安尼看起来，咱的薪水也阁是算真正真低呢。是因为拄则这个表看到讲，还阁有3成的台湾劳工，伊是已经爱做吼。讲8点钟一礼拜，吼5工以上满，但是伊一个月阁赚无3万，是，吼啊，这3成，咱阁讲啊，厝迄个像拄则同学讲的，伊吼少年其实伫大学时阵就已经开始打工啊，吼啊，这打工族，咱真侪少年真是活足艰苦的，就是讲大学的时阵，其实家己的生活费，也是讲税厝的钱、食饭的钱，拢已经家己赚，爱搁爱排着真重的这个贷款，吼啊，以后出社会了。伊未来要安怎拍算讲哦，伊要就业了，啊，而且要买厝、买车、要娶某、要生囝，这是一种就讲伊的未来的这个发展，若是讲一直伫这个加薪的部分，伊是无展望的啦，吼。啊，所以迄个伫咧拜二的时阵，其实有迄个团结工联，就是讲一寡自南到北的这个产业总工会已经有先去开过记者会啊，啊，迄口号就是讲基本工资爱调升。劳工加薪爱改善，这是2项白做伙的代志。因为基本工资无调升的时阵，你加薪的问题嘛未共一个时间可以处理起来。啊，而且基本工资有一个重点就是安那，伊是一个递延的，先较落后。就讲我是讲去年的 GDP 有成长无？吼，咱的单位生产力有悬无？吼，有赚无？啊，再讲去年诶。CPI 就是物价指数偌济，啊，今年到这第3届啊，这第3季啊，这讨论讲明年要起无，所以我前年所赚的钱，爱到第3年的时阵才有可能，互我起即马讲的3%，或者是5%。是。啊，那今年咧讨论时就讲，未发生的这个美中贸易战的迄个。效果还未出现哦，人是台商转来，理论上增加就业率，增加应该薪水的提悬，咱应该是美中贸易战，到底是咱应该是受利啊，受利较最大吧吼，但是呢，未发生的亏损，即马头家人先讲，这个美中贸易战最严重，所以今年绝对袂使去，啊，每一年拢有一个，拢会当找一个理由出来讲袂使去，那这个对于讲基本工资伊的意义伫倒位，伊则是讲。整体社会要安怎将大家拢撑住啦，支撑住啊，往上推升，而且效果，我是讲，感觉讲，咱是爱搁较正面来看讲整体的经济面，啊，而且这整体的经济面是希望咱所有的人拢会当起来，啊，若无即马搁3成伫咧即个遐尼低薪，3万块，啊，虽然讲5成的人是吼做3万以上5万，之内啦，这还个435万人吼，但是你看那一个家庭吼，一个人趁钱，要饲一个家庭讲3万块，这也就辛苦。真歹意思啦吼。是，咱要讲倒来，就是讲，为什么咱即马遐加薪，甲这个基本工资其实是2回事啦吼。啊，基本工资甲加薪这个问题，加薪问题，咱头拄嘛讲，2008年、2009年，台湾的遐严重，是因为这个国际这个情势啦吼。啊，这个马政府当中有这个22K 方案，阿明嘛是这个受害者，我嘛是领着这个22K 啦。所以这个打入社会时阵22K，对着一个少年人讲，租厝都无够，交通费都无够，要食嘛无够啊。啊，其实安尼来算起来，有价啊，互咱台湾这个价钱问题，自迄当中有人讲，这是一个原因啦，较远的这个因素啦。啊，唔知秘书长是安尼认同无？当然吼，迄时阵22K，马英九的时阵提出22K 吼，我就认为讲，迄是替台湾的少年定一个破盘价啦。真正是破盘价啊，伊这形式就定伫遐吼，定伫遐安尼吼，主方就认为讲每一个人22K 就好啊。都应当是安尼啊吼。虽然政府讲影响就是迄阵找无头路、找无工课的少年的，唔是啊，因为主方是讲这是政府定的啊，所以我拢定22K 嘛哦。但是头拄仔看到迄条数据来讲，其实
加薪的问题吼，就低薪的问题吼，已经免讨论啦。是，就台湾不是干那低薪，台湾是低薪普遍化、普遍化吼，就每一个人拢低薪，咱看超过5万块的人，干那无到20%。是，吼，其实伫咧咱莫讲咱的所得差距，咱的贫富差距哦。其实伫咧咱有领工资、领薪水的薪劳哦，劳工吼，内底的所得差距嘛，最大的。是。哦，所以你看，差不多80%的劳工是低于5万块哦，这是一真大的问题哦。所以今日咱莫袂记吼，咱调整的是基本工资。其实基本工资伊是政府介入吼，介入这个工资上有效力的一个方式，一个政策哦。讲实在吼，如果咱基本工资拢定较低，咱敢是要讲低薪吼，低薪是咱的国家竞争力的一个基础。你讲嘛唔对啊，吼，所以咱爱慢慢啊，将咱的基本工资慢慢提悬，是表示讲这个国家是慢慢往一个较好的方向去行。是，吼基本工资这4个字是立法规定的啦，吼，基本工资无一个定义啦，无一个定义哦。咱过去咱讲上价工资，迄代志较歹讲啊，吼，上价工资其实英文较会较了解，讲迄是一个 minimum wage，迄就是一个你做一个人，做一个劳工，你伫这个社会，你的生活上价的一个标准。好，所以莫讲基本工资，还是讲上价工资，我认为讲台湾其实真正是有真大的调整的空间啦。是啊，咱要过来问，就是这个产业界，问 Angel 老师，其实咱安尼讨论落来，就是讲其实台湾的这个价薪问题，甲这个基本工资是2个部分咧讨论。但是你头拄嘛讲到，就是做业者这个难处啦，吼。但是做劳工的，伊嘛是望伫咧这个部分会当有较好的这个薪资的这个部分。你安怎看，就是讲老师头拄安尼讲的这个部分。我有认同啊，毋是无认同啊，但是加一寡薪资对群体的生活来讲呢，是有一点仔帮助，这是事实的。但是呢，咱踮咧专业的一个角度来讲呢，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形式上面来讲的时候，对我们的经济有好处哦。有咱讲实在，你讲这个循环是好还是歹？对。然后我拄仔有讲过嘛，咱的物价主要嘛是爱针对为虾米这样子的一个波动，我们要去拆解一个数据上面来讲的时阵，是咱的厝租咱甲油价是有关系。那来讲的时阵，咱甲上加的薪水有关系无？我唔知，我无法度去说。我只有会使去表现出来，就是讲，阮的行业来讲的时阵，是希望我嘛会使认为讲，提高所谓的低的薪资来讲的时阵呢，伊会影响咱的消费能力，会无？啊，消费者会有信心有关无？爱就要问大家。那大众上面对我们的经济有没有相当的一个信心？这很直接嘛。那我们来讲的时阵，香港即马拍干呢，伊倒退路啊呢。是不是？是啦，但是这个香港是另外一个问题啦。但是因的这个薪水就是真正比咱较头前，但是因即马拄到就是要民主化，是无要民主化的问题。咱搁要来请教伊力哦，做着一个这个打入社会这个少年人啦吼。其实基本工资来讲，对你嘛讲，应该是正面的这个看法啦吼。要搁请教你，就是讲，安尼来讲会带动你去消费无？基本上若是薪水提悬的话，消费是一定会，因为像我即马就是3万块以上、5万块以下的人。啊，对我来讲，住伫咧台北市，我开我税厝的钱就差不多1万块，水电嘿啊。食食的部分就差不多搁开1万块，啊，另外1万块呢有3、4千块要去还贷款，所以就是存5、6千块左右。若是讲这个薪水若是提悬，嘿，我就会有较侪嘿量上的钱去消费。是有影啦，所以讲真正这个循环若要变好，其实咱劳工界这个朋友嘛是有讲，其实会使对这个豆豆来啦吼，可能无法度看到这循环是一日变好。但是豆豆一定会是较好。咱要来看讲，这个基本工资这个审议，这个委员会啦，到底是有人讲伊是一日委员会，
就是一工要来审定啦吼。所以咱来看讲，这个劳基法啊第21条，这劳工工资的这个审议办法吼。这个委员人数有21个人，任期是2冬啦吼。啊，劳动部这个部长呢，伊是会议的主席，经济部代表1个人，国家发展委员会有代表1个人，劳方甲资方拢有7个人来做代表。啊，这个专家学者有4个人。啊，毋过咧批评啥？批评都是讲伊这个法律这个位啦吼无足。啊，有的委员的这个产生方式，嘛有互拍一个 question mark。啊，一日委员会一年敢若开1工尔。啊，无幕僚啦，无专业的这个评估的这个资料，啊，当场就来决定这个方案。所以咱头先有讲，资方代表、劳方代表伫遐划价，但是这个部长伊讲这毋是划价啦，但是一定有画这个帕拉肯的这个过程。所以咱头先嘛在讲，本站23000，这个100块，才若起700块尔，对这个劳方来讲，但是资方嘛是有因的考量。但是咱要回过来看，这个委员会是毋是有搁较进步的这个方式？就是咱进前嘛有讲着。是毋是有这个法的部分会当来完备吼？这个委员会秘书长你来看。以前阮拢认为讲吼，即个一天的会议咯，打完收工啊，安尼就其实迄种政治决定嘛。是。我讲政府讲，其实政府已经有一个决定，开这个会是一个大概演习安尼吼。但是慢慢有改善啦吼，慢慢有改善，因为咱嘛遮济朋友伫咧内底做委员吼，伊嘛遮拍拼伫咧内底讲讨论讲，为什么因会主张讲基本工资今年要起偌济吼？因嘛有所本吼。其实最无所本的是资方的代表啦，因为大家伊讲句话啊，卖起啊，对啊，伊迄就是国际经济啊，咱嘛无解决卖起，伊就句话尔。但是其实咱譬如讲咱劳工团体内底有代表，伊嘛家己有去算讲，今年大约要起偌济，是起到26000，啊27000，还是29000，伊拢有去算，啊有所本哦。但是我是感觉讲吼，未来佫是爱去定迄个上架工资法啦，这是咱蔡总统的一个正式承诺嘛，伊讲要定一个上架工资法吼。为什么要定？因为这咱爱慢慢互咱基本工资变做是一个每一档拢爱去讨论稳定的调整，因为讲实在吼，每一档咱的伊个物价拢会起啦。有影。吼，咱讲过去，咱讲调整的依据是 CPI 哦，一个迄个消费者物价指数，迄台语才歹念了，消费者物价指数哦。但是 CPI 伊是一个综合的啊，吼，综合的指数啊。是。你拆开来看吼，食的啦、大的啦，吼，迄个车费啦，拢起啊。吼，所以其实未来，我是认为讲，即摆因为咱基本工资伊是伫咧劳基法内底，有基本工资的审议委员会来做吼。那未来我们希望讲吼，伊较有制度。较透明较合理的去反映讲，一个劳工一个活跳跳的劳工，伊伫咧台湾即马即马是2019年，明年是2020年哦，伊活伫咧基准这个时间，伊的生活到底是伊要偌济哦？那头拄仔讲的，咱大其实ILO 就讲，你的薪水差不多1/3是用伫咧生活面。用伫咧大成本，吼，咱用23800来算啦，吼，1/3差不多是几千块啦，吼，伫咧咱新就差不多7000块，7000几块，伫咧台北市、伫咧新北市哦，真正是大甲遮无尊严的。是啊，吼，你有法度租到的房间吼，是大甲遮无尊严的吼。所以咱其实咱慢慢开始爱去看讲，当然伊毋是唯一一个方式去改善咱。头拄仔讨论到的低薪的问题、加薪的问题哦，但是这是政府的一个上好的一个政策工具，一个带动啦吼。其实咱要过来讨论就是讲，明年就是2020年啊。蔡总统进前宣示的，就是伊的政策要甲这个基本工资爱互法源化吼，爱健全化，但是即阵也无落实啦吼。小轮子啊，你安怎看咧？这上架工资法吼，我嘛是认为讲。紧爱通过，吼，当然有，我有是讲劳工团体认为讲，若这个法互伊通过以后，是毋是大家就照开会，吼，就袂抗争也袂讨论。其实嘛毋是安尼想啦，因为即马问题是出嚟讲，伊敢若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呢，劳动部要开会，也是毋开会呢，在意啊。OK。吼，然后选什么人起来做委员，嘛是在意啊。吼，这委员会开煞了后。
讲好，像今仔日咯，今仔日虽然吼委员拢开出来讲后尾月级3%吼，迄个时薪5%，这去，但是呢，到行政院一定会使无批，会使退回，会使当无看，吼，啊那。所以这进程是捌发生过2届，甚至咱有劳动部的部长因为安尼下台，就讲啊，我无法度捍卫我的政策，部迄个一定无甲支持，吼。那所以阮是感觉讲，即马啊，而且什么款的迄个指数，咱讲指标吼，爱摕来参考，吼，这嘛是来真讨论啊。比如讲，像因讲的抚养比要参考无？啊是讲 CPI 要参考无？啊 CPI 物价指数要参考倒一种物价指数？因为嘛对生活较重要，应该是偏向咱即马讲的核心民生物资物价啦，吼。比如讲，鸡卵起6%。卫生纸起6%，就起盖重啊！但是啦，比如讲阿门头起，这可能较无遐尼严重。伫个一般的这薪水这部分来讲，所以即马什么物件爱摕落来参考，这嘛是爱有一个，所以讲会当讨论。所以讲这法若是伊这位阶无够吼，这种办法会当吼凊彩安尼，咱希望讲互伊会当成立正式的法律，做最低工资法，真有通过的时阵，法制化的过程。那么特别是针对讲这么资料的部分，其实这嘛是每一季就是讲每3个月他会开一次就是幕僚性的会议。这幕僚性的会议呢，坦白讲资料嘛是伫网络上你看有，包括这嘛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就今日开会，会议发言资料嘛是网络上会找有，找有，就是渐渐互伊透明化，好，那未来。从这甚至这基本工资的讨论，这资料，或者是背后幕僚作业，咱会当更较透明的看到，更较充实。那安尼讨论的是就袂将变做是摕特殊案例是讲一时性的、这季节性的问题，来做变做化解的这个材料，这个唔好啦。有影啦，唔好伫遐小化解这个大家立场拢有，但是基本上咱劳工啦也是这资方这个部分，真正是拢爱。考虑好完全啦，咱来看讲这回这个基本工资来起啦这个其实因为这个各有立场啦这个团结工联秘书长王玉德，伊是安怎讲的王玉德啦伊讲2002年到2014年这个劳动生产力啦伫台湾的这个部分有累积34%，但是咱的这个薪水一直拢起袂起来，一定拢是对着这个后壁，所以咱的基本工资一定爱起啦既然管这个三亚总工会这理事长。伊就讲咧，这个基本工资有的人真侪头家就是因为这个基本工资有起，伊才会调。但是这是守法的头家足侪无守法的头家，伊是连这都无咧甲你信到。所以咱依持啦这个上低，这个基本工资是一定必要的。上总这理事长赖正义是讲啥？可能就是有真侪这个加油站啦、超市啦，做这个。做食的啦，拢有这个倒店这个危机啦工总秘书长蔡连生，伊是讲基本工资定伤悬，会影响到这个弱势这个劳工，所以这个工资若有伤悬，规气就歹请，就是可能嘛是有拄则咱这个 Angel 老师这款的这个部分，规气都歹请这种这个现象出现。其实对于安尼来看，业者真正是歹请较济吗？头拄仔你嘛讲到这个大环境的这个问题。有。你讲业者歹请的情形呢，一定是咧较细间的店家，可能2-3个师傅，这种店家来讲的时阵，伊无可能有遐个能力去请这基本的员工啊。所以呢，其实我们现在来谈的这个23100的这样子的一个上低薪资所得啊，我个人是认为啦。安尼的情形会使去淘汰一寡无健全的店家。为什么？因为伊无法度生存，伊有可能会去压缩到员工的薪水，甲伊的未来嘛。那咱会使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之下呢，我们可以带动整个一个商业的一个我们唐门良永续的一些经营。那会使嘛，会使保障员工的一个薪水，伊是合理性的。大众呢，会使享有所谓的一个经济上面的一个刺激啦。所以我个人认为说，虽然我是一个头家，但是我是头家，我嘛是爱兼公正。为什么？但是阮店嘛是有助理。你讲，咱一定要有够遐业绩，才有法度，
好遮的助力啊，但是毋是大家师傅拢有这种条件。是是。那你认为讲这些甲细间的店家爱关吗？其实这只有用伊的时间去证明，伊若有法度去生存，伊就必须要去打起这个资金。有影啦，所以你讲我会去赞成，我嘛赞成，我毋是讲无赞成，只是讲这是爱相辅相成的代志，就是安尼。所以这个对产业界来讲，其实嘛有这个新陈代谢，就是真正这个体质无好的，真正就是你嘛卖这个危害到咱的这个基本工资、这个劳工的这部分，啊，你嘛是会使个另外去找讲，哎，什么方法较好，对这个产业界来讲，对这个规个这个循环来讲，拢是较好的。咱继续要来讨论，就讲吼，这个本早有咧讨论讲。这个本地劳工，这个外籍移工啦吼，这个问题啦吼，是毋是爱甲这个薪资来脱钩咧？啊，劳资双方的这立场是啥物？咱来看这个 CG 图表，劳动人权协会这个执行长，伊是讲咧，若是甲移工的这个薪资甲这个基本工资来这个脱离啦吼，会造成这个请人的吼，会变成用着较少这个移工啦吼，颠倒是造成这个本劳甲这个小劳动吼。这个提升所谓这个危险，劳动部是讲啥咧？这个外籍移工哦，是补充性的这个劳力，这个若是工资咧较低这个上低这个工资，是对这个本国的这个部分较不利的。所以咱要请教秘书长，你是徛伫什么款的这个立场来看咧？当然无法度接受讲基本工资甲咱迄个移工的工资来脱钩啊！吼，这议题吼，为咱有外劳有移工吼，到即马已经都存在啊。为理电会时代都到即马，每一档都有人提出来哦。但是我是认为讲，一个人权啊，一个自由、一个民主的台湾哦，这议题拢免讨论啦。因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人权的问题嘛。哦，但是我嘛是爱主张即个讲外劳的工资、移工工资甲基本工资脱钩的人讲一句啊，讲为什么咱台湾有移工？因为咱缺工嘛。是。吼，咱这个薪水伫咧台湾请无劳工，吼。啊，这个工课的价值是这个薪水嘛，比如讲5万块嘛。是。但是咱移工入来，咱可以偌济？可以基本工资。基本工资。好，所以其实这已经是同工不同酬。是啊。好，咱2002咱第一个法叫性别工作平等法，咱爱去杜绝讲伫咧职场内底吼，不因性别的差异而有差别待遇，但是咱起码是因国籍的差异而有差别待遇。是。所以这个议题吼，其实。讨论为李登辉时代到咱陈水扁也时代到马英九时代到即马，每一档主方拢讲啊，这爱脱钩，但是小可未见效。为什么？你已经让北下，你已经互工资遐低啊，结果你讲无啊，伊伫咧印尼，伊伫咧泰国，伊伫咧伊个国家的薪水较低，咱免互伊台湾的基本工资。这理由绝对是社会无法度接受的。是啦，因为伊本这就是补充咱的这个欠工这个问题啊，尤其是咱咧讲哦，有的这个头家啦，真正是请无工，才请这个外籍移工来，啊，其实伊就是塔咱这的这个亏啊，你要搁互伊这个无这个到上低这个基本工资，真正是风看袂落去啦。对啊，所以其实我是感觉讲吼，咱社会嘛在面对这个问题，讲咱缺工，但低个低薪哦，低薪并存哦，这是一个真荒谬的代志。哦，不能讲啊，咱真正是欠劳工来讲吼，咱薪水会提悬嘛。结果无，咱薪水跌落落去吼，一直掉下去。但是这问题，我是感觉讲政府的回应哦，就讲这是另外问题。连提都不用提，连讨论都不用讨论，因为这是因讨论20几档。已经是台湾，我讲台湾共识，台湾的人权共识了。是，所以是敢若人权的问题尔。当然，秘书长讲的绝对是对吼，因为 ILO 就是国际劳工组织，就已经有明示，这绝对袂使有这吼，这个差别待遇。另外问题是讲，其实咱国家经济吼，咱若需要甲其他国家签订，比如讲贸易协议，你要人签约的时阵哦，这嘛其中一项呢。Under 是袂使。嘿，你袂使讲哦，你即摆讲。来阮遮的人，阮拢会当尽量甲伊剥削，拢加啊，我加我拢互阮的本国劳工，啊，即摆啥物人要来签这合约？所以对，当然企业主可能无了解，但是政府并讲咱劳动部的部长哦，其实伊每一年拢爱飞去菲律宾啊、印尼啊、泰国遐人谈判，讲啊，明年看偌济恁的劳工会当来到阮遮吼，从来愿意来阮遮，啊，人对方即马像即马是，比如讲迄个家庭看护工是还未纳入劳资法，所以伊也无即个基本工资，砍这还佫无够吼。但是，比如讲像印尼就捌放掉讲，
安尼，恁这薪水若无提悬，阮明年无爱互你出口，阮人无爱过去啊。是啦，所以这个本国甲这个外籍移工，所以咱一直要压这个移工的薪水，咱来想讲，唔是干那，因为咱即马薪水的这个竞争力伫咧世界各国，你也想讲像日本。劳动改革方案落去了，因即马是当咱世界超人呢，超人，咱就超输日本，咱搁要人压薪水，这边哪会可能？人也拜都不爱来啊！即可能头家人爱想想的台湾的企业，真正这个环境可能恁不歹去啊。是，所以非常感谢秀来宾来到咱节目现场，感谢多谢，谢谢。